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对顶关税政策，咱台湾嘛包括在内。为了传达咱国产业甲民众的心声，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昨晡带领立法院下党派拜访团去甲美国访问。希望伫咧关税战会当找到台美互利互惠双赢的局面。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7暗带立法院跨党派团去美国。伫咧出发进前，一直咧机场讲，这段国会外交的意义、内容甲时间，甲进前比起来有较特别。我们能够争取对双方都有利那特别是很多我们产业界所关心的关税问题，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争取到相对比较低的关税。访问团将会就关税问题向美国各界传达台湾产业甲民众的心声。这边去的除了江启臣，也有国民党的立委张智伦、黄建豪、民众党立委林义君，甲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区议员张雅玲，因为分批出发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甲智库。透过讯息的交流，希望帮助进行谈判的，不管是台湾政府跟美方的代表，能够促进更健康、更正向的谈判。罗总统李人伫咧甲国人传统业者座谈时阵也讲，伫咧甲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咱方会秉持争取调降关税，扩大对美国投资甲采购，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解决出口管制甲生产地等5项原则。希望伫这边的全世界经贸进度，台湾的产业会当徛国家在，布局全世界。我们不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已，我们希望借这次的挑战，能够找到台湾下一阶段的机会。所以我们目前也会积极的落实台湾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这马团讲，行政院也规划要增加投资台湾3大方案的优惠措施，除了规划延长到2027年，也调整资格条件，包括全世界大商拢适用，重点伫咧5大新来产业，并且每年提高融资优惠利率，调整中介技术能力适配比例，也个扩大产业园区租金的优惠，加大力量协助业者返来台湾生产，强化本土供应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